银千百两，惆怅难言，浊酒几回酿。烟雨中小巷回廊，谁抚镜坐盘烟一次回塘。轻骑薄雪须一曲离殇，日翠落许过又何妨？依稀梦枕点亮，看迢迢年华又望见故乡。烟雨沾热杯梨花脏，戏子折袖深深诉过往。石板桥流淌岁月无情试错的仓皇，当年深藏江南的你依旧在心上。莺啼如常我情思量，连得半尺端详过平江。乌篷车摇晃玉兰烟烟，波光碎影旁，却再也寻不出那年你莞尔一笑时的模样。小二，醒一醒！别闹！起来了！啊，客官，里边请，要来点什么吃呢？大白天睡觉会影响风水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去把桌子再擦一遍，地再拖一遍。哎，客官，里边请，要来点什么？啊，萧公子，你先坐，我这就去叫姑娘们下来。哎，小二哥，不用叫姑娘们了，不就一个客人吗？我来就行，你去歇会儿吧。好，莫愁姑娘真是善解人意，大赞。就算心里再难过，也要微笑着说：“你大爷的！”客官。欢迎光临！哎呀，妈！又见面了，好久不见！哎，这位公子里边请。这位公子您第一次来吧？哎呀，请坐，请坐。莫愁啊，这位爷呢，就让其他几位姑娘招待，好吧？新春夏联秋玉，有贵客到。知道啦。快快快！几位姐姐要是觉得今天太累了的话，可以由妹妹替你们代劳。哦，去吧，你去吧，你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哎，你看，什么情况？来，最后一道菜啊！我新做的豆干，尝尝新做的啊，烧烤味儿、五香味儿、酱香味儿，还有香辣的。嘿，谁吃谁美丽，姑娘们赶紧吃，快！干嘛呀？他吃可以，你们三不行。为什么？在吃之前呢，我先公布一下今天比赛的积分结果：惜春0分，夏联0分，秋玉0分，李莫愁10分。什么比赛啊？你们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我不是让李莫愁告诉你们了吗？我们要对本店所有姑娘的花名重新归属。你们不知道？知道。不是所有的姑娘都能唤之为春，只有业绩最好的那才叫春。知道。业绩最好的称为春，为花魁，配青葱马8人轿，锦衣玉食杂役若干，脂粉钱翻倍，可以随意挑选客人，可以看心情决定休息时间。知道。青松马8人轿，锦衣玉食，杂役若干，可以随意挑客人，可以看心情挑休息时间。为什么我们不知道？李莫愁。哎，这西城姑娘吗？什么时候把你吹来了？我帮你。哎呀，不用。
何先生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从小就对炉灶有一种深深的别样情结，我是多么向往那一片光明诞生的地方。你干哈？我这厨房去，你整那些干哈？这不是你们前厅，你整那些乱七八糟的，我都听不懂。我对厨艺好的人也有一种特殊的崇敬，那是一种如同对父亲一般的崇敬。你干哈呀？你是不是想知道点啥呀？我跟你说，我就是个厨子，我啥也不知道。你想知道点啥？你去找吴小二去，他手里有本那什么啊，掌阅，就号称什么掌中乾坤，得掌阅知天下。他那点事谁不知道？该看的我都看过了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还想自己学做菜呢。不是你一个女孩家，你学啥做菜呀你是不是有事儿？何先生，你别多想。你看我那么笨，哪学得会做菜呀？我也就想一想，我只是看您太辛苦，想替您分担一些。对，你说话你别阴阳怪气儿，有啥你直说就完了呗。爽快啊，我喜欢。何总，这2天的头牌之争，我是志在必得，需要你的鼎力支持。喂，你多大点事儿呢？你别看我是个厨子，我告诉你啊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但是在花满楼，连花姐都给我3分薄面，是不是？谁要惹我不高兴，我就让他吃不饱。那必须的，咱何总在花满楼必须是重量级人物。有眼光，既然这样，我决定支持你。我就把喜欢吃我菜那些大人物全部介绍给你，一个不留。够意思，待我坐上头牌之位，必定重重酬谢。你说那个远了啊！能给多少啊？琵琶，我有事找你。你真的是找我？赵琵琶，找你弹曲儿呢。哎，没看到我正有事儿跟琵琶商量呢吗？是啊，真的啊？什么事儿这么重要，连钱都不赚了？这客人还等着呢，难道让我去告诉花姐吗？跟我走。不许走。跟我走。不许走。跟我走。你到底选谁？那当然5两银子。客人不是要点曲儿吗？给。你这是？这编剧有润笔费，这是润琵琶费。这也太贵重了。那当然，瞧好了，这可是高古货，价值50两。我赵琵琶是什么人呢？不要把我看扁了。我从不为5两银子折腰啊！还我！这又不是5两，50两还能折那么一下？我有说我白给吗？我要人。若把琵琶当琵琶，满城箫管皆开花。我赵琵琶英名一世，今日竟然香消玉殒在此。来吧。醒醒！我说要客人。你说客人啊？早说呢。想我夺命琵琶，听我弹完一曲，无不流连忘返，牵肠挂肚啊！成交。这样，你把你手里现有的客户，还有未开发的客户，通通拉到我这来。事成之后啊，再来50两。今天格外的安静，我隐隐约约的感觉到，有什么惊天的大阴谋正在酝酿之中，太让我不安了。究竟会发生什么呢？这里啦！
小鹅哥哥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看你今日印堂发黑，想帮你算一卦。别闹了，我还有事儿忙着呢。哎呀，小鹅哥哥，你不觉得今天天特别的暗吗？是啊，嗯，跟我有半文钱的关系吗？这脑子烧的都不灵精了，不及时解卦会变傻的呀。变傻？嗯，怎么样？孽缘太多，业障难清，疾病已经深入骨髓，再这样下去啊，恐怕会危及神经，以后生活能力都难以自理了。这么严重？不可能吧？我一向以助人为乐为本，怎么可能呢？不准！ 3个月，你给王大妈指路去赶集，指反了方向，害得王大妈差点回不了家。3个月，你给黎生家的二儿子指路去书院，结果指了一条只修了一半的路，害得人家不但半步上名，还掉进了粪坑。3个月，愣是把一个外村的孩子认成赵大妈家走失的孙子，害得那孩子的爷爷差点被当成拐卖儿童的恶棍给抓了起来，无故埋怨。行了，我确实罪孽太重了。秋玉姐姐，快告诉我怎么破解吧，救救我吧！我这上有老下有小啊，不对，小还没有出来呢。不过我不能就这么傻了呀。但是本姑娘今天心情不太好，改天心情好一点的时候再说吧。那怎么样才能让你心情好呢？必须是花满楼的偷拍。哦，哈哈哈！你是要跟西城姑娘抢饭碗呢？这是为虎作伥的事情，我吴小二是绝对不会做的。小二啊，等你神经不清的时候，我是绝对不会落井下石的，最多嘛让你偶尔吃吃隔壁旺财吃剩下的肉骨头喽。哼！哈哈，有事儿您说话。哎，不对呀，你是怎么知道我这些事情的？你猜呀？丫头，人家一发动，你就蔫儿了，自暴自弃了，怎么还喝酒了？春夏秋何无，各方割据，3大势力已经形成，唯我李莫愁一人坐山观苦斗，欲取渔翁之利。琵琶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后面还跟着一个黑风怪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想问什么？姑娘家的心思怎么猜？不知道。哎，客官里边请。
说不清道不明这纠缠，有几处雨，那雪花飘，惶惶中日思，浮生半梦，如今我却红尘年了。那雨无情，花淡漠年华，岁月流逝，留恋牵挂。你眼角奄奄，有情渐变，无心插，留来恨难辨。缘来缘去，去不散心呀。拨云看透，透不过红纱。踏雪寻遍，寻不见他。踏雪寻遍，寻不见他。白发催人老，多年前种下的情恋，摇摇曳曳，一如你笑颜。你我茫茫，你的身影找不到，走过你的心。